明早起有民众跳落去高铁台南站柜台，后这列车弄到当场过往，造成全线列车拢有慢分。纽约时报报道讲，美国对台湾的关税要95%，和日本、南韩同款，不过条件是台积电该起5座晶片厂。民进党高雄市长党内初选惊公布结果，由立委赖瑞良拼出线，赢区议赢0.6%。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高铁台南站路南的柜台，13早起呢，有民众雄跳落去柜台，或者列车弄到当场是过往。那这桩事故呢，也造成上北路南的车帮拢有慢分，一直到下晡要1点的时阵才来全线通车。事故原因，警方阁需要调查。为了要防止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高铁也表示讲，会设柜台门，按算2018年完成。各位旅客，因处理旅客事宜，各车次均有所延误。高铁用放送通知旅客讲车帮会慢分，13早起10点50，有民众报案讲高铁台南站路南的柜台车有人跳落去，去互进站的高铁弄掉。警消人员看到规伫柜台边四个顺来顺去，确认跳落去柜台查甫人已经当场过往。不过因为代志向发生，放送车帮会慢分，所报讲原因，后袂少民众拢傻无踪。他是说旅客有事情。好，你大概知道什么事吗？不知道。因为我是来才买自由座啊，然后才知道那个列车前面那一台改方向嘛，啊，我就搭下一班这样啊，然后等到我要上来，他们已经把那边封锁线开始拉了，说全部都由那个北上月台上。发生事故的列车取消后续的载客，路南的柜台也封起来，等待检察官上验。高铁暂时调上北的柜台来维持载客，后续的车帮慢拢有慢分。高铁表示，只要车帮慢分超过半点钟，拢会当申请票价1成的退费补偿。针对事故的原因，警方表示，佫需要等待厘清。该列车停驶于南下轨道，收证后于12时20分列车放行。相关死亡原因，后续将调阅监视器影像及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相验厘清。高铁伫12点54全线恢复通车，这嘛是高铁台南站启用以来头摆发生有人跳落去柜台事故。不离过高铁进前都捌发生过类似的意外，加在人拢敢若轻伤。为了要避免人甲物件落落去铁机路，高铁表示，台北站伫2016年已经有做柜台闸门，因已经编20亿5千万的经费，按算2018年进前，必伫全线11站的柜台拢正式闸门。记者李新武、柯家珠、邱超勇台南采访报道。今日中昼台北市博爱地区总统府附近呢，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伊骑脚踏车和过路人发生口角，下来杀去，甚至是拿刀啊出来共恐吓，一直到这警方赶来到现场了后，要求伊把刀啊拼掉，伊才拼掉的。这个查甫人是辩解讲，早战术刀啊是为了要防身，那警方也依照恐吓为安罪嫌移送法办。互警方包围，牙签高度戒备，都惊出现意外。关键的查甫人把当家牙刀，引起现场的惊吓。放旁边，你先放旁边啦。支援警力到场，也当抢盾牌封闭，甲嫌犯对立8分钟了后，总算将人制服。警卫叫他说：“你刀子放下，刀子放下。”他有放下，他后来又有捡起来，可能心理上紧张啦。后来那个警察就过来了，那个可能是快打部队还是什么。对立周边，就伫博爱地区，外总统府20多岁姓张的查甫人，13中昼12点外，将脚踏车骑就人行道，因为骑车铃，引起行人不满，2个人都爬起来，伊说落来提出刀啊，做样会刀啊恐吓，经过警方到场解吓，伊才将刀啊单掉。为什么要提审？知道是想伤害路人吗？红掠嫌犯无前科，随身揸战术刀啊，辩讲用地防身，自认无犯罪，要要求申请提审。经过警方审问了后，方以涉嫌恐吓为安罪以上。另外，互相相拍的部分，双方都无提过。警方后手会以社会法裁处。经员警到场喝令张明将刀放下，张明遂将刀卸丢弃。现场由接受所员警逮捕后，待反所侦办。有关张明携带刀械部分，将以恐吓为安罪侦办。博爱地区维安由警部因为案发地点无固定警力驻守，平时拢靠警员巡逻。一摆协报了5分钟，紧急出动20多人到场，结束这场惊魂。用过警力的相关部署也引起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警警最近有查到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涉嫌替诈骗集团办龙头公司做假销闪过国税局的追查，专案查到36个人到案。另外，桃园地检署校保检察官吴阿芝涉嫌提报公开的书类，互牵涉诈骗案件的律师男朋友，互天界法院界判刑判罚俸10个月。不过，这法务部认为讲罚了伤过轻啊，已经提起上诉。警察强势行动所在会计师事务所，高用2个据点拢去互调查，查倒来真侪资料内容拢牵涉诈骗犯罪。这个40多岁姓陈的查甫人，伊讲伊是高雄市府轮值的会计师，而且佫兼高雄市议员、咨询顾问等等的职务。不过警方发现讲，伊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涉嫌替诈骗集团假影验资料，协助办龙头公司开公司户，会当甲佫较大条的压榨钱，用佫较紧的速度来洗出去外国。嘛，甲因盗做假销，伪造国税局的印啊，闪过相关单位的稽查。该会计师事务所所经手，然后申办的公司户，最后变为警示账户，比例高达20%，那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8%。专案小组清查，去年已经手协助开的差不多100间的公司，涉嫌诈骗的龙头公司都有22间。伊嘛因为安尼不法所得超过100万，专案拢总36个人红掠，以诈欺、税关机电法等等的罪嫌以上，其中姓陈会计师已经红羁押禁见。本案经查有25名被害人，损失金额2500万。毋但会计师变做是诈欺的共犯，去年嘛有律师陈宏伟组的律师团队涉嫌甲诈骗集团交结。台北地检署阁另外查出桃园地检署校保检察官吴阿芝涉嫌提供无公开的册，互因男朋友做一品。因男朋友嘛是参与诈骗的律师，了日去互中介法院判罚月及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他违反了检察官伦理规范，情节重大，已经足以认定他不再适任检察官这个职务。那原惩戒法院他仅判决罚俸，显然过轻。即马诈骗是世界夜夜杯，渗透各种的行业。为会计师、律师、地政师、未少专业人士拢加伫内底，要是提起民众面对诈骗，要是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讲，美国对台湾的特别关税会和日本、南韩同款，对20%降低到15%。不过，这交换的条件就是台积电爱伫咧美国，搁再起5座的晶片厂。那也对了，这批讲，这就是乌商作业也认为讲，这交换条件对台湾来讲是真袂好的。那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有强调，争取调降关税，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啊。台美的关税谈判，搁一摆传出新进展。根据《纽约时报》因消息人士的讲法，上近这个月内就会对外来公布，内面台湾的出口关税税率会对20%调降到15%，和美国伫亚洲的关键盟友日本、韩国拢相共。但台积电必须要伫亚利桑那州搁争取至少5座半导体晶圆厂。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跟他讲，关税谈判的目标一直都是争取调降卖他家，目前已经有一定共识。在台美第5轮实体会议之后，我方是透过视讯会议还有书面文件的交换，以台湾模式与美国商务部来洽谈供应链的合作，也请美国提供取得土地、水电、签证、行政便捷等协助措施，创造对我国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SMC expanding in Arizona. TSMC joins many companies from healthcare to aerospace that have invested from Taiwan and Phoenix.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the products that we buy from Taiwan as well. 对台积电有可能扩厂，亚利桑那州红枫社市长表示真欢喜看到，但是川普政府关税措施的合法性即马还未确定。美国最高法院上紧有可能伫咧当地时间10时做出裁决。那样这边烦恼讲，若川普败诉，台湾恐惊赶快来付出代价。这5座晶圆厂一盖啊，那大概就是天下无敌了。美国的法院呢，即将判决，恐怕会判决关税战。川普会败诉，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付出了被掏空的代价。如同过去魏哲家董事长所说的，客户在哪里，台积电就前往哪里。他们的设厂需求，那绝对是依据当地有这样的市场。台积电去年才宣布，伫美国的投资金额加1000亿美金来起厂房。美国商务部长就讲，并不是补贴的原因，是华府直接动用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条款来谈判，迫使台积电扩大投资。这不是美国第一摆以政策工具迫使外国企业让步。
那美国在这个 DEI 的使用方式呢，在之前的巨大呢，就已经使用过一次，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其他的传统产业呢，已经试过水温。最高法院纵使判断关税对等关税的是失效的，但是呢，美国政府已经透过其他的一种行政法规或行政规则，找出能够谈判的筹码。学者嘛提醒讲，未来川普政府有可能会利用国安、军购，也是政治角力来做谈判的条件。必须企业伫美国投资，也是伫关税谈判内面摕到优先地位。经贸办是强调，等台美做总结会议了后，双方会对外宣布协议的主要内容。台湾政府嘛会向国会和社会完整说明，而且把文本和评估送到国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随着美国对顶关税政策冲击股市，国安基金对去年4月开始就启动安定市场任务护盘，一直到昨暗呢是宣布甲279天有史以来上界长的护盘结束了。无国安基金护盘的台股呢，今仔日收伫咧3707点，那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790块，拢出现新高。国安基金退场了后，台股第一个交易日13早盘是开关到30630点，盘中上悬冲起到30973点，收盘伫30707点，台股阁创新高。另外，领起的台积电是收伫1710块。大起20块嘛，创新高价。市场的交易真热，成交量加价盘后是达到7429亿，上市公司的总持单嘛达到100条，无受到国安基金退场的影响。加上账面的获利60几亿的话，即使呢要退场卖出的金额，全部卖出的金额大概是不到200亿。以台股目前每天的平均成交量大概有到7000亿的一个水准的情况下，这200亿的一个卖压，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专家分析，国安基金将至279天史上上长的护盘。即马市场关注特别公布的台美关税结果，和台积电扩税会的题材。不过嘛要注意过热的风险，短期买盘伤强，可能随时出现技术性的优回。民众的信心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的注意啦。就是股市啊，它对我们整体那个经济的情况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在股市上也有投资，它的这个经济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嘛。好，所以其实它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消费。根据财报显示，讲国安基金这摆护盘的期间，投入金额差不多是台票122.5亿，小面的得利是64.31亿，投资报酬率是53%。专家提醒讲，台股的基本面真好，但是续落来有关税议题，对台美双方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反映在美债和美股的层面，未来长期走势嘛是阁需要观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后礼拜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美国白宫最近也宣布，被退出66个国际组织和条约，引起各界关注。咱台湾也准备参与国际组织，将有可能会失去一个正重要的同伴。咱的外交部今日就表示讲，争取加入国际组织的目标无改变。另外，今年 APEC 伫咧中国深圳举行，2月会先举行第1摆驻深官员会议。那外交部是透露讲，已经和各方协调出入境的模式。去年去到中国开会，也无收到答案。去年12月，外交部国组司司长孙咸元去中国深圳参加 APEC 非正式驻深官员的会议，嘛甲 APEC 秘书处执行长签关注 MOU， 展现咱国的重视。不过，中国几日界讲，台湾参与 APEC 爱遵守一中的原则。外界关注2月份要伫咧深圳举办的头一届驻深官员会议，咱国代表团敢会当顺利出席？这1年来，我们跟相关各方针对我们入境中国的相关安排，都已经做了这个很多次的沟通跟协商，所以目前有个模式，至于模式的内容，我们不方便在此说明。那去年12月我们进去并没有受到打压，所以一切这个入境出境都是安全跟顺利的。中国顶一届主办 APEC 是2014年，迄当阵的总统马英九请前副总统萧万长做领袖的代表。中国2001年主办的时阵，说是无对迄当阵的总统陈水扁所指派的领袖代表来发出邀请函，咱国因为安尼就无去。外交部指出，咱国是 APEC 的完全会员，希望中国会当照以前的平等对待，而且确保来参与的人员人身的安全。不过最近美国总统川普阁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要退出66个国际组织甲条约，而且后礼拜会正式退出 WHO， 安尼敢会影响咱国加入国际组织，嘛引起讨论。他退出的都是一些比较公益性质的组织，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锁定的组织都不在这些名单上面。未来美国在
继续推动2758号决议案，不包括台湾的这个论述里面，其实它附带的是台湾应该要某种程度的可以参与联合国。学者指出，以咱国际处境来看，参加国际组织除了会当提升甲各国交流合作，嘛会当显示主权。外交部嘛强调讲，川普政府上任了后，已经13届表达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若咱国争取加入 WHO 的目标嘛无改变，会持续甲理念相斡的国家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高溪草岭石壁山区12早起7点外时阵发生森林火灾，所以因为这山路歹行，水源不足，而且当地呢已经3个月无落雨啊，火势是一声就烧超过30点钟。目前这消防局的警消、技消也有村民，几落10人伫遐拍火。啊，那这消防署呢，空勤队也出动直升机来斗拍火。目前预估已经烧8公顷去啊，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直升机挂水袋啊，转向庆北因的所在紧急拍火。云林高溪草岭的石壁山区，伫12透早7点外，民众看到有山那火警，随通报消防局，但因为小的所在是人无法度落去的，水源无够，大火持续炭烧到13，已经超过30点钟啊。车有查瓦问题，迄火种咩咱人无查拍。啊，阮这是甲控制讲，卖要继续延伸，卖给我直多直去哩安尼。那到1月13号。早上的时候，空勤总队大概到早上8点多的时候，出动了2个架次啊，分别由高雄的空勤跟台中的空勤，各执行一架次。高溪乡草岭村长陈炳通表示讲，因为火灾是伫山区，车路正矮，消防局有布5条水线去拍火，但是山区已经3个月无落雨啊，火势炭烧伤大，无法度挖过去。因较紧搁调集30-40个村民，出动因家己的水车去现场来斗相共。就是先甲防火线拢做好啊嘛吼，先甲控制起。啊，即摆就是讲要有零星的迄个火吼，咱一定爱用水甲压互淡，啊压淡了后，伊就袂搁再倒起来。今天早上1月13号大概燃烧到5公顷，那到现在我目前用空拍机看面积大概达到8公顷。云林县消防局表示讲，因为山区打扫，火势是烧甲真紧，会持续互空勤总队、消防署的直升机到乌山水库去提水来帮助拍火，嘛已经开放火巷，希望甲火势控制伫上细。消防队员嘛持续用高压冷讲伫拍火，导火原因搁要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做到宜兰案件当咧等待行政院核定，不过进前的政务委员张景心伫网络顶头表示反对，讲这高铁做到宜兰根本就无效益。那交通部的铁道局是强调讲，因为规划地铁的时阵受到代替路线限制，那准是要土地呢就爱来拆除。那是这高铁做到宜兰的新的路线会当含代替来分工，消透这国道5号的车流量。宜兰县议会对面的这片土地，都是规划中的高铁宜兰新设站有定地。高铁延伸宜兰计划理解宽屏去年通过，铁道局已经将综合规划案送至政院，当咧等待核定的时，经政务官张景心批评，高铁延伸宜兰未来可能开始成役，也算是过去规划的北宜地铁案的几啊倍，无效益，会加做高铁的无端端。这个效益非常非常差，投资非常非常大，将来就变成一个盲肠段。不要算那个投资的成本了，就算今年它也亏钱了，就把高铁公司拖累了嘛。根据铁道局的上新估算，高铁延伸宜兰为南港到宜兰新设站，全长60.6公里，建设经费3521.8亿，行车时间大约20分钟。过去规划的北宜地铁路线为南港到头城长53公里，以同款条件掠算建设经费已经来到2220亿，行车时间大约50分钟。目前代替会当透过一寡提升的手段，用更较经济的方式，会当互更较侪人会当受益的方式来解决。至于就宜兰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乡亲对于整个高铁延伸宜兰其实大家都是乐观其成。新起高铁路线敢是有效益，在地也有无共声音。前交通部长何庭淡点出，高铁延伸宜兰毋那是一个工程，更加爱考量未来营运、少简化冲击运量，加设定地点敢是符合旅运需求，拢爱考虑。宜兰这个地方，大家普遍的，不管是去头城玩、去苏澳玩，他去的地方不一样，地方都要坐转车，所以对于游客、对于居民的通勤来讲的话，
你这个单一点的高铁都不是好的营运方式。台铁它最大的瓶颈是在树林七堵之间，它要开新的车班出来也是有问题的。高铁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可以按照我们现在的旅运需求来增开班次。对前政务官员张金新质疑北宜高铁不如北宜地铁效益，铁道局回应。地铁受限代替伫像那七堵容量困境，发车帮助有限，存在南港段的候车拆迁问题，才会伫经过10多年的规划无法度继续推动。反过来看高铁延伸期难计划，站方1点钟单向计划西四帮处有希望移转部分国道5号的车流。央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伫咧这中华基督教病院呢，有一份内部文宣写讲我愿意加班等字句，引起争议。病院是讲咧尊重同仁加班的意愿，绝对唔是强制。也那这护理师团体和劳工团体拢是认为讲，除了爱协商以外，这工作条件也着爱改善。文宣顶管写讲，我愿意加班，加班并无恐怖等等。有医护人员翕落来发起伫网络，引发外界讨论。这侪人认为是情绪勒练。有民众是烦恼常态加班会影响到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燃烧自己，然后到后来最后生病是自己没时间看病人。像你长久加班，我觉得有些人也会受不了。医护人员也是人呐。这个文宣是对中华基督教病院来的，病院讲这是要对伫高压多变的手术环境内面，佮愿意加班的同仁正向鼓励。另外，因病院加班和其他病院意外加班的方式无同，是互有意愿的同仁采登记制，才会当加班的时间写起来，并不是强制性的。在员工自己自愿的情况下留下来加班，可以配合手术室的运作，也可以兼顾到员工下班的时间。因为我们是要配合劳基法，就是你休息不能就说低于12小时，所以我们有遵守这个原则，那就是尽量大概抓在2个小时。病院这边表示讲，开刀房常常因为急诊的患者详细无确定性，互加班变作常态。但是，逐摆加班的时间未超过2点钟，时数是符合劳基法，嘛互因保休和福利。但是，护理师团体和劳团是认为讲，这个做法虽然是短期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嘛是看出护理人力无够的困境。你长期每天都在加班的话，其实人员会很疲惫。这除了我们的人会疲惫，就会可能会想要离开职场，因为他一定也很想休息。那另外我们也会担心病人安全的问题。就是没有提高薪资，大概人力的补足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现在的状况应该是，就算有每年都有新的毕业生进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留住的话，他一定会转往其他的服务业。护理师团体和劳团表示讲，除了爱加强集体性的协商，尊重基层加班的意愿，嘛要对劳务环境来改善，才当减少临床医护的流失。新的医护人员嘛，较会愿意来投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4位竞争者，经过昨暗的民调，今公布结果啊，由立委罗瑞良赢过区议员0.6%，要含这国民党立委关志温来拼这高雄市长。罗瑞良强调讲呢，会来把这高雄的未来打起来，也会把高雄守护掉。高雄加油！高雄加油！面对镜头，民进党立委罗瑞良看了心情真好。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4个要出一个，竞争是真激烈。民调13出来。罗瑞良排第1，赢排第2的区议员。罗瑞良会代表着赢参选高雄市长。伊强调讲，一定会守护高雄的发展甲未来。我也会全力的来继续争取我们3位同志跟所有的市民的支持，所有的从政同志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会团结一致。根据民进党公布的民调，4个候选人甲国民党关志温来比，罗瑞良以55.99%排第1。区议员排第2，摕到55.38%，柯志佳排第3，林岱华排第4。区议员虽然有现任市长，但其嘛小天，不过这个差无较1%全输去。第一时间要是展现风度，接受结果，先恭喜罗瑞良，嘛讲会继续为高雄打拼。我也祝福赖瑞隆，那也希望未来跟高雄，就像我说的，一生悬命，一生会奉献给高雄。恭喜赖瑞隆委员。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将会团结一致，守住高雄。只要制度公平正当，就没有脱党分裂的选项。今天结果出来了，我用同样的态度面对，我愿意承担。柯志佳回应讲，会做伙守护高雄。林岱华强调讲，尊重制度，袂离开民进党。但伊嘛表示，初选了后，上界重要的是年底的大选，延续民进党执政。
初选难免就是竞争，但是更重要的是选后能够团结一致。未来就是柯震跟赖瑞隆的一个决战，甚至你可以说是柯震跟新潮流整个的一个决战，资源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未来高雄市长会是一个以小博大、逆转的一个方式。对手确定是赖瑞隆出线，郭志文表示会出现甲新潮流的对决，也在3月份提出政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看线来看到台南，这民进党台南市长呢党内初选，抽到1月14拜3暗时6点开始电话民调。立委陈登辉呢完成骑铁马走全台南37个区的目标，遐透早呢，去到菜市仔徛路口，和民众握手争取支持。原来伊的竞争对手呢林俊宪是用车队来扫街。老街的传统市场，人甲车来来去去，立委陈腾辉一透早就和这个时段小借问，和阿公阿嬷咧博感情，小男的小男，翕相，未少乡亲帮忙卡步，要替因心中支持的参选人加油。我相信用女性来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上好为咱台南来顾家，这就是咱大家目标。而且我讲的，咱骑着铁马，拢总已经这37区超过510公里，所以这个部分代表啥？代表着咱有铁马精神。但另外一位党内竞争，甲伊相拼的对手林俊宪，是用车队对服务处出发，规划设规的台南市区，车队定，场面真大，嘛有真侪乡亲伫路边要甲伊支持的人赞声拍扑啊！一大早在各地，我们当地的议员、党公职，他们就走上街头了。好，那待会我会在我们已经事先安排的路线上，同样的来向民众诉求，也让大家知道，确定就是明天晚上要做民调。民进党中央抽签决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按算要伫14暗时6点举行。无论是路口拜票，也是车队扫街，双边的阵营拢把握机会，拼势的股票拢望得到好的结果。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公安局11发布中共对台人质作战手法分析，讲中共呢有委托科技公司伫咧咱台湾的引头路网站拐民众兼职做录音，要建立咱腔口的资料库来开发基因系统，未来将有可能的运用 AI 影像来强化人质作战。学者甲民间团体是拢提醒讲 ，AI 技术是愈来愈进步，未来若准做在影像讲话愈来愈亲像台湾人了后，就真好判断是真也是假。咱伫咧立法甲基政听说脚步，就要赶紧来改善。正定看到 AI 影像甲人声结合，不过用途有好有歹。国安局12发布2025年中共对台人质作战手法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委托科技公司对台湾引头路的网站，拐民众用台语、客语含中文录音，要建立咱腔口的资料库来开发基因系统。总统府专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有委员提醒讲，中国若在重要的时机散布台湾腔口的错误信息，这就是重大的国安危机。例如军演、重大事件或社会动荡的时候，这类的内容特别容易造成影响，因为声音与画面过于真实，很多人会先相信才查证，错误讯息就会在这时候迅速扩散。国安局点名的前数电汇科技和科大信辉这家公司，即马在台湾引头路的网站已经看不到工作亏啊。有学者指出，其实只要10秒的引导，就通互同一个人声来互伊讲无共语言。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当对教育甲法规来管理 AI 的用途。伊画出来图，伊右下角迄个所在，伊就有一个像星星的迄个伊的 logo 一样，音档内底拢会使唱啦。人可能听无啦，但是电脑去检查就会使检查出来呢。类似这样的过滤的工具，是不是手机里面就有内建？或者说这样的东西端头是可能做在电信端啊等等。针对于认知或者所谓的假讯息的话，我目前事实上没有一个对应的法规。学者甲民间团体拢提醒 ，AI 技术若愈进步，未来做出来影像、语音、腔口和节奏愈来愈像台湾人了后，就愈二分真假。咱伫咧立法甲基政听书脚步拢爱赶紧改善。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之前有风声讲，有民众去到路西亚旅游，听这旅行社的建议，替因申请用一摆中国边境旅游护照。想到等到台湾了后，因的户籍煞互取消。旅委会是强调讲，只要申请中国身份或者是护照，就要取消台湾身份，这是两项条例规定。
申请了中国大陆的身份，或是申请他们的护照，就必须要取消台湾的身份。这是长久以来的我们两岸条例的规定。陆委会主委曲水成讲过声困向民众呼吁，就是因为有民众到罗西亚旅游，刷5星旅行社讲会当台湾签证快速通关，最后竟然申请一本中国100项边境旅游护照，等来台湾了后，造成台湾身份后取消。国人在规划出国旅游前，应循正常管道申请中国邻近目的国家的签证，切勿因贪图方便省钱而听信旅行社招揽手法，委托旅行社帮他代办，他本身不知情。他也可以向我们的观光主管机关、观光署去检举。其实，在2017年就捌查出一位民众，同款为着去中路边境旅游申请100项的旅游护照，就算迄当时查到的时，伊的护照已经超过3个月期限，也毋过对陆委会来讲，只要捌领用就是违法。两岸局势还没有那么的紧张的时候，在行业间是偶有所闻，中国大陆当地的旅行社会跟就是台湾的旅客说办理快速通关一次性的护照呢，可以直接入境到俄罗斯海参崴那边。现在当然政府的规范有公告3声5令。但是我们是觉得说，给不小心就是有触犯到法条的民众一个缓冲的话，可能会比较好。针对后手补救措施，陆委会表示，要恢复身份，除了提出申请，也要检举无伫中国细节等相关证明文件。即卖制度采许可制，申请人要符合对台湾整体利益有助益，对国防外交也是社会安定有重大贡献，也是徛伫人道考量3项条件之一。经过移民署甲相关主管机关审查通过了后，才会当核准恢复护照。广西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伫年底进行推动无婚城市，拍算要参考日本东京的结婚区。那民间团体是提醒讲，有一寡人认为会当伫咧户外式结婚的所在，事实上结婚的人也去输掉二手婚纱私婚，也那连变数的人同款受作用。信义区就算是平常时的下晡，嘛是真闹热，人来来去去。乡体广场有采真侪禁止结婚的告示牌啊，就是要提醒民众爱注意。台北市长蒋万安12宣布，会伫年底进行推动无婚害的城市，按算参考日本东京设置结婚的区域，甲有结婚甲无结婚的人分流。不吸烟的人的话，就可以考虑到他们的心情啊，对啊，就像可能在路上边走边抽烟的，那可能对人家的观感也不好嘛。小孩子如果经过被烟飘掉，那其实都不太好。那干脆就把政策定得明显一点，你要抽烟就给你一个规定的地方去抽就好。民众表示赞成，当时基金会婚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嘛讲乐观其成，支持台北无婚害城市的计划。除了设立公共场所甲工课场禁止结婚，嘛规划户外定点区域结婚，避免二手婚、三手婚对健康的危害。开发国家、先进国家，我们会去看这些大都市，他们其实都用吸烟筒分流。那其实抽烟的人一旦看到吸烟筒，他很自然的，他就会聚集到这个吸烟筒的旁边。林清丽嘛提醒，针对部分人士的建议，若设置户外结婚的所在，都要搁考虑，因为这结婚的人若伫固定的区域，相时会受到二手、三手婚的影响，更较唔免讲伫遐摒扫的清洁人员，会直接伫咧有婚害环境内底。强化现有标示，增设户外吸烟区，同时于人潮热点区域先行示范，并增加稽查及巡检人力。参考这些国外城市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改变思维，也就是原则禁止，地外开放，来设置吸烟区或吸烟室，但其他区域我们都希望能够打造全市无烟的环境。台北市府参考外国城市的做法，设置结婚的区域或者是结婚室，不过其他的所在拢希望会当打造规个城市是无婚害的环境，互有结婚甲无结婚的人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3例流感重症，3例死亡病例。在重症个案内面，上少年的是30多岁男性，因为流感引起肺炎、败血症等等的问题，目前还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另外，老大人也要注意这肺炎。去年肺炎链球菌感染病例数到347例，是这5年来新高。那疾管署是宣布讲，1月10号开始，65岁以上等具风险族群，该注一档的肺炎链球菌疫苗。
天气变冷，流感疫情也升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类流感猛击进就医达到91000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升悬大约1成。另外增加23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加3例死亡重症个案中，上少年是一名北部30多岁男性，本身有大考高血压病史，无注本季流感疫苗1月初发病。目到诊所就医，也毋过症状无改善，佮到急诊快筛是 A 型流感，检查发现伊并发肺炎、呼吸衰竭、败血症等，目前由原地加护病房治疗。当时就收住到加护病房，他给予这个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的话，他的这个症状已经这个慢慢逐渐稳定了，大概现在是住院将近1个星期。除了流感、肺炎也爱犀利，疾管署统计，去年2025年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叫做 IPD， 今年累计达到347例，创我5年来新高。死亡数累计36例，以65岁以上长者占5成较侪。医师推测，真可能甲疫情解禁、免疫负债有关系，提醒高风险族群要赶紧注意疫苗，若无一旦感染，致死率达到2成。特别要注意，就是一旦即使你经过治疗存活的话，也有可能发生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特别是最严重的感染就是这个脑膜炎，那有可能发生一些慢性的神经的一些障碍。为要降低伤情感染肺炎链球菌并发症加死亡风险，疾管署宣布1月15起，65岁以上高风险族群会以单剂新肺炎链球菌疫苗20剂取代原本注2剂疫苗，只要注1剂就有完整保护力。有国大约有245万人符合资格。另外，流感疫情有国1月下旬进入流行期，高峰可能落地旧历春节前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今年超高龄社会照顾老大人的需求也增加，卫福部甲劳动部提案5万病院一般急性病房，也当请外籍照护员来减轻这护理师和家属负担。护理师工会专联会发声明表示无反对，不过规则就要定好清楚。为着因应超高龄社会和家庭照顾的压力，卫福部伫适当前推动大医整合照护服务计划，希望病院会当来请受训合格的照护员，做伙来照护大医的病人，减轻临床护理师的工作量和家属的照护负担。不过，却传出真侪间病院拢找无照护员。台北营总最近几年伫桃园分院的护理之家试办请外籍的照护员，结果满意度真悬。我们事前训练一段时间，桃园分院的护理之家现在是很多是外籍照护员，越南来的有24位。那另外呢，我们因为事情成功之后，我们现在其他分院新组也快要进来了，圆山、苏澳也快要进去了。为了解决欠人力的问题，卫福部表示讲，已经向劳动部来提案，希望以外籍中介的技术人员的方式，让外籍的照护员会当加入病院的服务。希望今年第2季有机会完成相关修法。对这护理师工会专联会发声明指出讲，无反对任何合法合规的人力政策，但是外籍照护员并不是护理人力，角色的定位要清楚，嘛要有完整配套。真正的根本解方，仍是改善护理工作环境、合理的薪资结构与人力配置，让专业的护理人力愿意回到也留在临床。他是要来协助做，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做，全部都会落到这个护理人员的工作的身上，其实反而会造成他离职啊。根据护理师工会专联会上新的统计，去年2025年12月，全台护理师领照的人数有31万4千多人，但实际执业的有19万8千多人，执业率差不多6成3。卫福部强调讲，未来外籍照护员聘雇的人数和本籍照护员的人数会有一定比例的关系，避免去影响到本地劳工做工课的机会。现阶段敢若讨论外籍照护员，并不包括外籍合作的相关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动保法顶礼拜修法，虐待动物的家人处罚。不过，新潮所民众发现讲，路边有人甲狗的4支脚拢绑起来，第二去布袋啊，用奥多拜甲载。落批警方去查，主人讲是惊狗啊跳车才安尼死做。目前动保所也要去调查，看敢是有虐待动物。民众骑车伫半路啊，看到有人伫路边用绳啊，甲狗仔脚拢绑起来，甚至搁底入去布袋内底，放伫奥多拜顶悬。民众惊一个，赶紧报警。放进去，哎，然后得要那个放平这样子。啊，你放哪里？你放一下，你放看看，你放看。他现在不一定会跳，不行。
警方到现场了解，尾仔发现是误会，主人是准备甲狗仔对新的再去桃园，惊伫路途中狗仔会跳车乱走，发生危险，才会安尼做。我们把它拦下来之后，发现它是用捆绑米袋的方式去装入口，那其实是违反不当的载运方式啦。到场，然后去劝导他。那劝导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告知他说，这个部分我们请他，我们这边协助他叫计程车，好，再到中立去。不哩个动保所指出，狗仔主人安尼做确实无妥当，有疑似虐待动物的行为，刷入去会针对行为人安怎照顾宠物进行了解。事主是有疑似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如果违反这一条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罚款3000到15000的罚金。然后我们动保所在这边也是呼吁各位爱护动物的人士们，就是在运送犬猫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动物，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装置。动保所呼吁民众，若是要用奥多拜载宠物长途耍位的时，拢该使用适当的笼仔，也是安全固定设备，确保动物安全，避免引起误会，也是害动物发生危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2022年改造了后，头一年有127万人去参观。不过，即马呢，这游客含收入是拢减少真济。观光局今年的税收预算，也就是对寿山动物园内的收入，也是变2000万。刘机关认为讲根本就做袂到，要求这观光局爱说明，看要安怎吸游客来参观。每年的门票收入其实是越来越少的，跟你每年所去编列的税入其实是不成正比的。因为游客人数年年减少，机关对观光局编列的税入预算有意见，要求市府要提出改善的做法。高雄寿山动物园伫咧2022年重新改造，透过高架走廊，让游客行入去园区看动物的设计。改造了的头一年，游客人数冲关到127万，门票收入毛有2400多万。不过头小800，这阵游客量甲收入已经剩差不多一半。有民众讲，伊感觉园区的环境会当更较好，会当和囡仔接触的动物有较少一寡啊。有当时像咱即摆入去看，有的动物伫内底咧困啊，是伫内底拢看无。内门动物园又要开了，那受伤会不会反而人数又再更下降了？议员烦恼新的内门动物园敢会甲游客带走，观光局无应该甲税入预算变到2000万。对此，观光局表示，寿山甲内门的观光行销定规无同，一个是大型动物的保育，一个是会当互动的古锥动物。去年寿山的门票收入有受到天灾影响减少，因已经有针对园区的动物甲设施重新调整规划。我们今年有引进新的动物，然后包括整个园区也有新的设施，包括有一些 AI 智慧的科技导入。那第3个是我们也重新优化这个受 Q 家族这些明星动物。议员要求观光局要甲明确的规划讲清楚，才来看预算是不是要照2000万变。不哩个因为17要试营运的内门动物园门票定价，转票是寿山的10倍，要甲400块，也引起地方这期伤贵所在各园。若是再多一过，恐惊会无人打卡到。记者柯家朱教用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出台南古迹慢游逛，只要开150块，就会当伫咧出名的古迹，亲像是这安平古堡、赤坎楼、安平树屋、亦在金城这4个景点的日期。不过民众发现讲，本地门票才70块，那买这慢游逛呢，要开到150块，颠倒较贵。文化局是解说讲呢，若阵其他6个所在景点会当拍折，拢有去会当省200块。真侪外地游客来高虎城，除了食美食，更较爱去参观古迹，感受古迹的怀古气氛，更较管理现代城市的吵闹。为此，台南市文化局最近更较推出台南古迹慢游馆150块，就会当踅安平古堡、赤坎楼、安平树屋，又在金城选定2个景点参观。也毋过有民众发现，单一古迹入园专票70块，2个景点个别买票也比慢游馆俗10块。待的时间不长，或者说行程上安排不会到这么的满。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买一张70块的全票，是不是就好了？会，我不会觉得逻辑有点怪，但是我觉得可以推出那种不是4选2，可能就是4个都参观，因为你会参观古迹，就代表你对古迹会有一定的兴趣。
对此，台南市文化局解释150块的台南古迹漫游馆，除了会当去参访2个景点古迹之外，也会当享有大水浦、台南孔子庙、安平地游南园区等6大热门景点的入场优惠，实际拍者也搁较济，大约200块。增加了6个景点的超值优惠，等于说你持漫游券到像台史博或者德阳建这几个园区，像赤草绿色隧道这些，它都可以享全票5折到95折的优惠。对，所以整体折扣这样子是蛮划算的。文化局强调，古迹漫游馆是以串联景点互相宣传，有关整体旅游效益为核心概念。套票若是即种买票加排队时间，更较兼顾春秋的使用，一罐伫手随行随逝，同时也无使用的期限。后一摆来也阁会当出示漫游馆继续耍，互游客伫台南旅游更较轻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家己溪口的展示洋楼结合着闽南、日本西洋的特色，而且呢是要到100年历史啊，彩画也真有路。2018年公告做决定古迹，也让县政府今年争取2000多万的补助，要开始售后噶。西洋风格建筑，厝尾顶阁有一个蜡叶的黏土雕塑。家己县溪口即间有96档历史的决定古迹展示洋楼。家己县政府配合文化部的补助，计共要用2780万来进行修复，希望会当甲较早溪口的历史阁展现出来。曾氏家族啊，在西果乡，那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啊，所以叫我都去遮尔那好的厝哦。啊，所以把因的这个先人啊，嘛捌做过在地的乡长，啊，所以我想这个房子的修复啊，不只是修复房子，也修复了当时的历史。修复计划主持人表示，工期计用730天，除了会尽量用原底材料甲工法来修复以外，嘛会来加强洋楼的结构。溪口乡公所指出，展示家族是地方重要因素。这栋洋楼为日本时代一直到今，毋但见证溪口的发展历史，嘛替地方保留真重要的文化资产。大家来到这会当用 QR code 扫，就会当听到有国语嘛有台语，会当听到这种曾氏洋楼的这个历史啊，各有故事。那这个毕竟是在1930年盖的，距今已经90几年的那个历史哈，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再慢慢的去斟酌，去把它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貌哈。展架的后台表示，溪口较早无火车嘛无公车，所以相关的发展就较慢。希望这间洋楼整修了后，除了带动观光发展，嘛成做文化传承甲地方教育的重要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根据《时代》杂志引用伊朗海外学者专业人士组成的非正式团体推算结果，到7月为止呢，这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死亡人数将有可能来到6000人啊。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伊和国安团队正在考虑对伊朗使用非常强硬选项，不过伊也讲到讲，这伊朗已经和华府接触，对方希望进行谈判。也那呢，这川普也随来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呢，要甲和伊朗有无一往来国家。扣25%的关税。真受气也加上，伫德黑兰近郊公布的太平间，且化哈米尼岛台这场撼动伊斯兰共和国的示威活动，看做伊朗自1979年建立成立统治以来，当局所面临所严重的挑战。对于安全部队扫射示威者，佮切断网络、封锁信息的做法，美国总统川普连续发出警告，表示美国无排除采取军事行动。根据路透社引用无记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甲国安团队的行动选项包括网络攻击，甲由美国也是以色列直接发动的军事打击。If they do that, we will hit them at levels that they've never been hit before. 华尔街日报是引用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包括副总统范斯在内的北京高层幕僚，更想要说服川普，伫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进前，先取外交的方式。川普也对外表示，伊朗方面其实已经主动联络华府，小组谈判意愿。不过，伫这个同时，以色列媒体报道，离伊朗大约200至300公里的卡达乌代特空军基地，美军B-52轰炸机加油机等，最近活动真接显示军事准备等咧升悬。Yesterday, the leaders of Iran called. They want to negotiate.
I think they're tired of being beat up by the United States. 也毋过将对安全部队老会镇压造成重大死伤，后面当准备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制裁。川普也伫社群媒体宣布，美国将对甲伊朗有生理来往的国家 Q25派关税立即生效，将对伊朗局势加重。美国国务院昨日发布最高的安全警示，呼吁美国公民离境。法国、德国甲瑞士也随即特地发布。公司新闻安鲁梅编译。伊朗爆出反政府示威，伫咧台湾的伊朗人就出来声援，呼吁全世界爱协助伊朗停止镇压行动，也强调当地网络和电话伊朗已经未通，已经有上百点钟路无法度和因的亲戚朋友联络到。外交部也已经甲这伊朗旅游警司列做第4级红色，赶紧离境。目前有5个伫咧遐的台湾人，目前是拢正平安。大声发口号，伫台湾的伊朗人是聚集伫自由广场，向全世界来求援。最近伊朗各地是爆发反政府示威，当局派出安全部队镇压，传出几千人伤亡，甚至有上万人被拘留。伫台湾的伊朗人是真着急，表示讲已经有上百点钟无法度联络到当地的厝内人和朋友啊。I want to speak for the people of my country who have not had access to any internet or telephone for over 100 hours now. I cannot talk to my family. I cannot know if they are okay. My family and friends are all in Iran, and I am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them. Digital blackout in Iran. They don't have any communication. We are gathering here to support our country. We want to support our freedom. 伫台湾的伊朗人即嘛无法度返去因的国家，嘛希望当地镇压行动会当较紧停。伊朗的局势遮尔乱，咱的外交部猜测已经甲伊朗的旅游警司更新做第4级红色，较紧离境，呼吁民众暂时莫去伊朗。毛旅行社因应伊朗变动的局势，甲原定10时去伊朗的旅行团取消出发。外交部嘛掌握目前伫伊朗的5个台湾人，目前安全无问题。我们也持续透过侨民侨胞的联系网络，与在当地的国人保持联系。那目前呢，在伊朗一共有5位国人，那人员呢也都一切都平安。台湾和伊朗捌有过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伫1971年断交。根据国务署的统计，2025年1月到11月，台伊双边的经贸，台湾出口去伊朗是3569万美金，对伊朗的进口但是1491万美金。台湾主要出口去伊朗的有电子产品、机械和零组件、白铁啊、有机化学品和纺织品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咱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9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